伫咧中华鹿港一档咧卖鱼丸仔汤的店，有人客看到头家和头家娘咧冤家，想要甲因做工清煞变事主，互头家破烧汤烫着伤。不过头家嘛翻头指控是即个人客咧占伊的食材，毋才会起批面。 受伤的姓氏查某人家己坐上救护车，因为面正面经过头壳手骨，互烧烫烫的汤破着。救护人员初步处理了后，就赶紧将人送医急救。那向伊破烧汤的是鹿港天后宫附近一间小食店的头家，警方第一时间就去处理。老板就一直骂老板娘，骂，一直骂啊！我弟就说：“不要这样子。”结果老板就回我弟说：“老婆是他在骂的。”姓氏查甫人的阿兄表示，初一早小弟到这间小食店买两碗汤，看到头家大声骂头家娘，小弟就去苦劝煞互头家骂，后来就用卡拉开烧汤解破，而且事后头家的态度也无好，家人才决定要报警处理。也毋过小食店头家反抗，姓氏查甫人迄当时一直叫垃圾灰啊，而且佮弄害拖车顶的食材，伊才会反击。 我嚟搞倒咯，咱搞车我规搞啊，佫做了，专门下面包啊，要拼。我退油听我怎个做？老板与老板娘有工作上的问题，客人介入劝和时遭老板怒骂，该名客人徒手拨弄摊放上至鱼碗，并将汤丢掷回摊位。 老板便持汤勺将热汤泼洒至客人身上。警方表示，双方因为冤家纠纷造成姓氏查甫人面甲这边肩胛头有误拍面积二度烧烫伤，受伤民众有提告专案以伤害罪嫌函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